今日與耶穌時代嘅人仍然係冇乜大嘅差別，人都係希望得到一啲徵兆，去預知自己嘅禍福，想捷足先登，獲取更多嘅利益，或者避開不幸臨於身上。耶穌亦都被群眾要求佢俾佢哋一個徵兆。耶穌話：約納嘅徵兆係喺佢自己嘅復活，就係證明佢係天主呢個確據。聖經記載耶穌復活有好多嘅見證人，包括中途前往墳墓嘅婦女、厄瑪烏路上嘅門徒，同埋500位同時見到復活嘅耶穌嘅人。耶穌嘅空墳墓就係耶穌係天主子嘅實證。羅馬書1章1至4節，保祿宗徒就話耶穌係達味之子，死而復活就證明咗佢係天主子。路加11章31節係指出耶穌向群眾闡釋清楚佢即將被殺死同埋復活嘅事件，就如同約納嘅徵兆。耶穌又指出當時嘅群眾冇好似南方女王一樣咁樣渴求真理，呢個就係佢起嚟定佢哋嘅罪嘅原因。而耶穌比撒羅滿更大，佢係天主子。11章32節指出尼尼微人聽咗約納嘅宣講就立即悔改，相信天主。如今耶穌親自嚟到向佢哋宣講，但係當時嘅群眾卻仍然唔肯去相信佢嘅話。我哋藉着福音同埋世世代代嘅耶穌基督嘅見證人，我哋可以見到耶穌基督嘅真光。我哋應該接受呢個偉大嘅復活嘅徵兆，讓我哋努力去聆聽天主聖言，多啲閱讀聖經，讓聖神轉化我哋嘅心，去相信天主同埋佢嘅愛。天父，求你改變我哋嘅心，讓我哋充滿住耶穌基督嘅智慧，使我哋愛慕主耶穌嘅道路。請賜俾我哋力量同埋勇氣去抗拒誘惑同埋頑固執拗，使我哋真心咁樣渴求做令你喜悅嘅事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阿們。